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太干了，安尼水缺乏水分，叶子才会黄掉了。缺水啊，天气太热，蒸发了，它缺水了。这样缺水啊，得枯损啊，得枯损啊，欠水啊，伤热了，得枯损啊。所以用那个喝的呢，可以喝的那个酵素哦，那一小杯哦，一小杯盖哦，泡500超过哦，1000cc 耶，一小杯盖泡1000cc。一小杯盖泡1000cc，哦，一小杯盖要泡1000cc，它一次浇一点点而已。啊，就从这边浇，从这边浇，可以把它掀起来，从这边边缘这边加进去。这个太湿了啦，应该一阴一阳之味道，上面是放种子的，啊，下面是接水的，啊，下面接水的，久了就会烂根啊。一阴一阳之味道，上面的是阳，啊，下面的是阴，从上面浇水，然后它流到下面积存起来，所以你种子放在下面那个盆啊，它就会因为在积水的那个状况下会烂掉根了。所以种子应该再放在上面这一层。你看这个，你看为什么在那个盒子下面比较阴湿啊，阴暗潮湿啊，湿气比较有湿气的，所以呢容易发芽。那个是皇宫菜、红姜菜。从这边长芽出来，那个盆栽的培养应该是这样的，上面这个芽要足够强壮，不然上面把它锯掉，可能芽也长不出来，然后就很快就枯死掉了。要足够的芽要足够大，看看有没有这么大，有这么大，上面有需要锯的话再锯掉。它这个是菇形啊，哦，菇形啊，你看，菇形国语怎么说？混介可宠的是什么？你看白白的，菇形啊，哦，菇形，天气太热容易有那个虫害。菇形啊，什么？菇形是混介可宠啊。然后你看那个，从那个尾巴那边爬。哦，然后繁殖生了很多，在尾巴那边，然后吸一吸那个尾巴那个就枯掉了。你看，吸一吸尾巴那个芽生长点就枯掉了，人家呢处理那个番石榴那个丢菇型，就是用那个沙拉托用那个沙拉托啊，沙拉托可能有调水加水，浓度要配合好，然后来洗那个番石榴的叶子啦、枝干啦，洗。这个是直接把它
这是直接把它滴上去呢。哦哟，滴下去啊！你看呢？哦，哇哈哈，滴下去了。你看这个晶为什么会变这种颜色？上面的是绿色，下面怎么会变那个黑黑的、棕棕的？到底跟这个沙拉托有没有关系？点那个沙拉托，那个病虫害才不会严重。但是这个叶子为什么变黄，然后又变枯？然后又掉叶子了，缺营养了，或者是缺水分了。刚刚看的刚看的是湿度不够啦，没有保湿啊，水分不够啦。人大热天都要喝水，想想看，地水火风，地水，地就这个土啊，水，人的话是筋骨啊，水分啊，要水分，要精液啊。精液啊，精液啊，生津止渴啊，精啊，水液啊，那个都是水。火就是温度啊，体温。阳光、空气、水。风就是那个空气，人是呼吸。元气那个气，中气那个气。吃米饭中气比较足，吃米饭比那个吃馒头啦、吃蛋糕啦、吃面啦。吃饼干啊都还好，吃那个糙米饭哦，要咬很久，咬的动作对头脑有帮助，比较不会退化，脑力比较不会退化。黄失智症呢？不过那个糙米要浸泡，可能要浸泡一个晚上才容易煮熟，这要咬很久。吃这个天然的米饭啊，比较有助于脾脏啊、中气啊。吃米饭助中气，中气啊。中气好就是心肺功能就会好，心肺功能是呼吸顺畅，还不会肾水恼火、心火了。肾水恼火、心火，恼火实际上是心火，是水火不相济，就有的会脑神经衰弱呢。那病晕的有可能是高血压，也可能冬天太冷，血管收缩造成高血压，危险。防中风哎，防心肌梗塞哎，要赶快赶快咳嗽，保持震动。他心脏应该是在双手合掌放的位置正中央。只是下端偏向左，而不是说心脏在左胸，不是，是在正中央，然后下端那个弯向左边。要浇水了，天气太热了，要补充水分了。人地水火风不调的话，也会生病呢。天气热，有的火气大，你看连植物这个叫菠萝蜜呢，菠萝蜜照顾得好的话。哦，那个生100粒呢，100粒耶！啊，那根需要很多土了，土了就是因为要水分了，储存水分了。那不然就是要常常注意到那个水分，保湿，补充水分。要照顾好啊，没有照顾它就叶子就向下垂了。然后我们要浇一些营养液，它又，你看它又展开来了，向上展开来了。如果没有照顾它，早就那个叶子下垂了，低头上去了，垂头上去了，叶子下垂了，很快就枯死掉了。能够长这样，就是有照顾，有浇水，有浇。你看这个酵素一盖子哦，酵素哦，人可以喝的酵素哦，一瓶盖哦，然后加这么超过500cc， 700-800cc 还是1000cc 的水。太浓的话，它根会烧坏掉。养分失回，太靠近根头了，头了，它也会有热度了很热了，好像烧烫了这样，它也会不舒服，根也会坏掉。然后太大了那个
要剪那个粗的根，剩下细的根。吸水分、养分主要是靠细的根，就这样啊，这样也可以培育幼苗了，做那个园艺啊，园艺栽培啊，可以做园艺栽培。